电动车的市场是愈来愈竞争，特斯拉今年第一季的销量是减8.5%，这是新冠疫情以来头一届减这么多。即马特斯拉为着要降低成本，所以宣布全球裁员10%，也就是讲差不多有1万外的员工会互人洗头路。会当自动驾驶系统是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感觉真骄傲的功能。 受到真侪车主的介意，也毋过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15下昼发布全公司员工的会中表示，会伫全球范围内裁员10%，大约14000名的员工。自从2020年底以来，特斯拉员工总数差不多成长1倍。2022年先后伫德国甲美国德州设厂。 去年宣布墨西哥设厂计划，到去年底，全球员工已经超过14万人。也毋过特斯拉过去也捌几啊摆裁员，2019年裁员7%，2022年也裁员10%。最近受到中国电动车比亚迪的竞争，今年第一季销量落跌8.5%，是新冠疫情以来头一摆看到的。互高层展开公司重组以降低成本。 执行长马斯克也真无闲，伫顶日伫德州甲阿根廷总统米雷伊会面，因为阿根廷丰富的矿藏有真侪吸引马斯克的条件。后礼拜马斯克也会去印度，虽然特斯拉高层否认印度设厂的传闻，也毋过印度总理莫迪先公开欢迎外国到印度投资生产电动车。हमने दुनिया को कहा कि भाई भारत बहुत तेजी से ईवी पे जा रहा है। मैन्युफैक्चरिंग करना चाहते वो आना चाहे आइए। इतना ही नहीं, मैं चाहता हूँ हिंदुस्तान में निवेश आना चाहिए क्योंकि भारत में वो चीज़ें जिसमें भले पैसा किसी का भी लगा हो। 面对美国甲中国电动车市场成长有较慢落来可见，电动车只占印度2023年汽车销量的2%。政府希望伫2030年会当提升到30%。也毋过裁员的利空消息，互特斯拉股价拜一淡薄5.59%，来到161块4角8美金。专家讲，特斯拉当为黄金时代，走向一个真正充满挑战的时代。公司新闻电卫金编译。